完美主義者嘅不完美。好多人以為凡事力求完美，不斷同人比較，俾多啲壓力自己就係進步嘅動力。但係早喺1908年，心理學家 Robert Yerkes 同 John Dodson 發表嘅 Yerkes-Dodson Law 就發現呢個想法唔一定啱。壓力同動力嘅關係係倒轉 U 型。最初適當嘅壓力對表現的確有幫助，但當壓力到臨界點，就會引起強烈焦慮。再多嘅壓力反而影響表現，令人相信自己唔夠人好，係失敗者。有研究發現，越能接受、體諒同原諒自己，對自己有慈悲心 （self-compassion） 嘅人，喺高壓同逆境中反而有更好表現。加拿大曾經有研究，將考試前拖延溫習 （procrastinate） 嘅同學分為兩組，一組會原諒自己，處理負面情緒後集中再溫習。而另一組則拒絕原諒自己，繼續內疚、自責同懷疑自己。結果體諒自己嘅同學，第二次考出成績較好；而唔原諒自己嗰組，負面情緒加劇，繼續拖延溫習，成績又點會好啊？慈悲心可以有效處理自己因失敗引起嘅負面情緒，減少過度自我批評，增加改進動力。想學多啲，登入 WACC website 睇下啦。